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听闻六家熟、新竹族，就想到六家先民建筑的东兴圳。在地阿爸说要带我去看看水源分渠的水便头，那里还能看到4个分圳。阿爸，这个水板条看起来好像一个公园哦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哎。是啊，现在已经进步到这样啦。东兴圳一直往这边来，开始要灌溉之用，因此我们就分为几个水圳，第一个是叫高圳，第二个叫低圳，第三个叫做石虎朗圳，还有一条叫麻园圳。麻园圳因为高铁盖了以后就被取消掉。哇，其实现在像是新竹慢慢的这么繁荣啊，能保留下来这个其实是蛮可贵的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文化的遗留啊。阿爸说，东兴圳灌溉的不只是稻米，还有地瓜。被高楼环绕的六家还留下一块地瓜田，他叫我一定要去瞧瞧，体验一下小农的辛苦，跟秋月姐学挖地瓜。在六家这边以前都是很多稻米的地方，种很多稻米。那等于说是有大新竹的谷仓之称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现在看到非常难得，因为这个区域是高铁特定区，那所保留来的唯一的一个稻田哦。所以其实保留这个土地最大的意义，是不是就让这些来这里体验的人可以体验到以前农耕的生活，然后还有当时的乐趣？对。那我赶快请那个阿爸教我怎么让挖。好。是直接是往最底层，然后这样往下由上挖起来。挖一下给你看啊。好，这样。哇，对，所以我有发现那个地瓜是不是它都是在下面一点点，所以我只要再挖底层一点点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来试看看。然后往内拉。再往上挖起来。不错哦。好。然后再把它拿起来。对。哇，恭喜！哇，原来这就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挖地瓜。秋月姐说，虽然因为高铁经过，客家庄都被都市包围了，但保留这块小小的地瓜田，就能把先民跟土地之间的情感也保留下来，也透过亲身耕作传承给下一代。